保羅達哥林多人前書第1章。奉神旨意，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，同兄弟所提尼，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，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、蒙召作聖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。基督是他們的主，也是我們的主。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，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。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，因神在基督耶穌裏所賜給你們的恩惠，又因你們在他裏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識都全備，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證，在你們心裏得以堅固，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。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，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底，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。神是信實的，你們原是被他所召，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。弟兄們，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，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。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，只要一心一意，彼此相合。因為革來氏家裏的人曾對我提起弟兄們來，說你們中間有紛爭。我的意思就是你們各人說，我是屬保羅的，我是屬亞波羅的，我是屬基法的，我是屬基督的。基督是分開的麼？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麼？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浸麼？我感謝神，除了基利斯布並該猶以外，我沒有給你們一個人施浸，免得有人說你們是奉我的名受浸。我也給司提反家施過浸，此外給別人施浸沒有，我卻記不清。基督差遣我，原不是為施浸，乃是為傳福音，並不用智慧的言語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。因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，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。就如經上所記，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，廢棄聰明人的聰明。智慧人在哪裏？文士在哪裏？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裏？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麼？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，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。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猶太人是要神蹟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猶太人為絆腳石，在外邦人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無論是猶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總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，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。弟兄們啊，可見你們蒙召的，按着肉體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貴的也不多。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，叫那強壯的羞愧。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、被人厭惡的，以及那無有的，為要廢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氣的，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。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、公義、聖潔、救贖。如經上所記，
誇口的，當指着主誇口。第2章。弟兄們，從前我到你們那裏去，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秘，因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，只知道耶穌基督，並他釘十字架。我在你們那裏又軟弱，又懼怕，又甚戰驚。我說的話，講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，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，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然而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們也講智慧，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。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。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，他們若知道，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。如經上所記，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藉着聖靈向我們顯明了。因為聖靈參透萬事，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。除了在人裏頭的靈，誰知道人的事？像這樣，除了神的靈，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們所領受的，並不是世上的靈，乃是從神來的靈，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。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，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，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。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，反倒以為愚拙，並且不能知道，因為這些事唯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。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，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呢？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。第3章。弟兄們，我從前對你們說話，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，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，在基督裏為嬰孩的。我是用奶餵你們，沒有用飯餵你們。那時你們不能吃，就是如今還是不能。你們仍是屬肉體的，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紛爭。這豈不是屬乎肉體，照着世人的樣子行麼？有說我是屬保羅的，有說我是屬亞波羅的。這豈不是你們和世人一樣麼？亞波羅算什麼？保羅算什麼？無非是執事，照主所賜給他們各人的引導你們相信。我栽種了，亞波羅澆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長。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麼，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，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。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，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賞賜，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。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照神所給我的恩，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別人在上面建造。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，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，就是耶穌基督。
此外，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銀寶石、草木禾秸在這根基上建造，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，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。有火發現，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，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賞賜；人的工程若被燒了，他就要受虧損，自己卻要得救。雖然得救，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。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，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？若有人毀壞神的殿，神必要毀壞那人，因為神的殿是聖的，這殿就是你們。人不可自欺，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自以為有智慧，倒不如變作愚拙，好成為有智慧的。因這世界的智慧，在神看是愚拙。如經上記着說，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計。又說，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虛妄的，所以無論誰都不可拿人誇口，因為萬有全是你們的，或保羅，或亞波羅，或基法，或世界，或生，或死，或現今的事，或將來的事，全是你們的，並且你們是屬基督的，基督又是屬神的。第4章。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，為神奧秘事的管家。所求於管家的，是要他有忠心。我被你們論斷，或被別人論斷，我都以為極小的事，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。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，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。但判斷我的乃是主，所以時候未到，什麼都不要論斷，只等主來。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，顯明人心的意念。那時，各人要從神那裏得着稱讚。弟兄們，我為你們的緣故，拿這些事轉俾自己和亞波羅，叫你們效法我們，不可過於聖經所記，免得你們自高自大，貴重這個，輕看那個。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？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？若是領受的，為何自誇，仿佛不是領受的呢？你們已經飽足了，已經豐富了，不用我們，自己就作王了。我願意你們果真作王，叫我們也得與你們一同作王。我想神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為我們成了一台戲，給世人和天使觀看。我們為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的，你們在基督裏倒是聰明的。我們軟弱，你們倒強壯；你們有榮耀，我們倒被藐視。直到如今，我們還是又飢又渴，又赤身露體，又捱打，又沒有一定的住處，並且勞苦，親手作工，被人咒罵，我們就祝福；被人逼迫，我們就忍受；被人毀謗，我們就善勸。直到如今，人還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，萬物中的紙渣。我寫這話，不是叫你們羞愧，乃是警戒你們，好像我所親愛的兒女一樣。你們學基督的，師傅雖有1萬，為父的卻是不多。
因我在基督耶穌裏用福音生了你們，所以我求你們效法我。因此，我已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裏去。他在主裏面是我所親愛有忠心的兒子，他必提醒你們，紀念我在基督裏怎樣行事，在各處各教會中怎樣教導人。有些人自高自大，以為我不到你們那裏去。然而主若許我必快到你們那裏去，並且我所要知道的，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語，乃是他們的權能。因為神的國不在乎言語，乃在乎權能。你們願意怎麼樣呢？是願意我帶着形象到你們那裏去呢，還是要我存慈愛溫柔的心呢？第5章。風聞在你們中間有淫亂的事，這樣的淫亂連外邦人中也沒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繼母。你們還是自高自大，並不哀痛，把行這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。我身子雖不在你們那裏，心卻在你們那裏，好像我親自與你們同在，已經判斷了行這事的人。就是你們聚會的時候，我的心也同在，奉我們主耶穌的名，並用我們主耶穌的權能，要把這樣的人交給撒旦，敗壞他的肉體，使他的靈魂在主耶穌的日子可以得救。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，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麼？你們既是無酵的麵，應當把舊酵除淨，好使你們成為新團。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，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，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，只用誠實真正的無酵餅。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，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。此話不是指這世上一概行淫亂的，或貪婪的、勒索的，或拜偶像的。若是這樣，你們除非離開世界方可。但如今我寫信給你們說，若有稱為弟兄，是行淫亂的，或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罵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這樣的人不可與他相交，就是與他吃飯都不可。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？教內的人豈不是你們審判的麼？至於外人，有神審判他們。你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。第6章。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，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，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呢？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麼？若世界為你們所審，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小的事麼？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麼？何況今生的事呢？既是這樣，你們若有今生的事當審判，是派教會所輕看的人審判麼？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。難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智慧人能審斷弟兄們的事麼？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。你們彼此告狀，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。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？
為什麼不情願吃虧呢？你們倒是欺壓人、虧負人。況且所欺壓、所虧負的，就是弟兄。你們豈不知，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麼？不要自欺，無論是淫亂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作孌童的、親男色的、偷竊的、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罵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國。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，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並藉着我們神的靈，已經洗淨，成聖稱義了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處；凡事我都可行，但無論哪一件，我總不受他的轄制。食物是為肚腹，肚腹是為食物，但神要叫這兩樣都廢壞。身子不是為淫亂，乃是為主，主也是為身子。並且神已經叫主復活，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們復活。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麼？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麼？斷乎不可。豈不知與娼妓聯合的，便是與他成為一體麼？因為主說，二人要成為一體。但與主聯合的，便是與主成為一靈。你們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，無論什麼罪，都在身子以外。唯有行淫的，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？這聖靈是從神而來，住在你們裏頭的，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，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，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。第7章。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說，男不近女倒好，但要免淫亂的事。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。丈夫當用合宜之分待妻子，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。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夫妻不可彼此虧負，除非兩相情願，暫時分房，為要專心禱告方可，以後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你們情不自禁，引誘你們。我說這話原是准你們的，不是命你們的。我願意眾人像我一樣，只是各人領受神的恩賜，一個是這樣，一個是那樣。我對着沒有嫁娶的和寡婦說，若他們常像我就好；倘若自己禁止不住，就可以嫁娶。與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嫁娶為妙。至於那已經嫁娶的，我吩咐他們，其實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，說，妻子不可離開丈夫，若是離開了，不可再嫁，或是仍同丈夫和好。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。我對其餘的人說，不是主說。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，妻子也情願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離棄妻子。妻子有不信的丈夫，丈夫也情願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離棄丈夫。因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聖潔，並且
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聖潔，不然你們的兒女就不潔淨，但如今他們是聖潔的了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，就由他離去吧。無論是弟兄是姐妹，遇着這樣的事，都不必拘束。神召我們，原是要我們和睦。你這作妻子的，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這作丈夫的，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只要照主所分給各人的，和神所召各人的而行。我吩咐各教會都是這樣。有人已受割禮蒙召呢，就不要廢割禮；有人未受割禮蒙召呢，就不要受割禮。受割禮算不得什麼，不受割禮也算不得什麼，只要守神的誡命就是了。各人蒙召的時候是什麼身份，仍要守住這身份。你是作奴僕蒙召的麼？不要因此憂慮。若能以自由，就求自由更好，因為作奴僕蒙召於主的，就是主所釋放的人。作自由之人蒙召的，就是基督的奴僕。你們是重價買來的，不要作人的奴僕。弟兄們，你們各人蒙召的時候是什麼身份，仍要在神面前守住這身份。論到同身的人，我沒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憐恤，能作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你們。因現今的艱難，據我看來，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。你有妻子纏着呢，就不要求脫離；你沒有妻子纏着呢，就不要求妻子。你若娶妻，並不是犯罪；處女若出嫁，也不是犯罪。然而這等人肉身必受苦難，我卻願意你們免這苦難。弟兄們，我對你們說，時候減少了，從此以後，那有妻子的要像沒有妻子，哀哭的要像不哀哭，快樂的要像不快樂，置買的要像無有所得，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，因為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了。我願你們無所掛慮。沒有娶妻的，是為主的事掛慮，想怎樣叫主喜悅；娶了妻的，是為世上的事掛慮，想怎樣叫妻子喜悅。婦人和處女也有分別。沒有出嫁的，是為主的事掛慮，要身體靈魂都聖潔。已經出嫁的，是為世上的事掛慮，想怎樣叫丈夫喜悅。我說這話是為你們的益處，不是要牢籠你們，乃是要叫你們行合宜的事，得以殷勤服侍主，沒有分心的事。若有人以為自己待他的女兒不合宜，女兒也過了年歲，事又當行，他就可隨意辦理，不算有罪，叫二人成親就是了。倘若人心裏堅定，沒有不得已的事，並且由得自己作主，心裏又決定了留下女兒不出嫁，如此行也好。這樣看來，叫自己的女兒出嫁是好，不叫她出嫁更是好。丈夫活着的時候，
妻子是被約束的。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，隨意再嫁，只是要嫁這在主裏面的人。然而，按我的意見，若常守節，更有福氣。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靈感動了。第8章，論到祭偶像之物，我們曉得，我們都有知識，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愛心能造就人。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麼，按他所當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若有人愛神，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論到吃祭偶像之物，我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麼，也知道神只有一位，再沒有別的神。雖有稱為神的，或在天，或在地，就如那許多的神，許多的主。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萬物都本於他，我們也歸於他。並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穌基督，萬物都是藉着他有的，我們也是藉着他有的。但人不都有這等知識？有人到如今因拜慣了偶像，就以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，他們的良心既然軟弱，也就污穢了。其實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們，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，吃也無益，只是你們要謹慎，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。若有人見你這有知識的，在偶像的廟裏坐席，這人的良心若是軟弱，豈不放膽去吃那祭偶像之物麼？因此，基督為他死的那軟弱弟兄，也就因你的知識沉淪了。你們這樣得罪弟兄們，傷了他們軟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遠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。第9章，我不是自由的麼？我不是使徒麼？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耶穌麼？你們不是我在主裏面所作之功麼？假若在別人我不是使徒，在你們我總是使徒，因為你們在主裏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證。我對那盤問我的人，就是這樣分數。難道我們沒有權柄靠福音吃喝麼？難道我們沒有權柄娶信主的姊妹為妻，帶着一同往來，仿佛其餘的使徒和主的弟兄並基法一樣麼？獨有我與巴拿巴沒有權柄不作工麼？有誰當兵自備糧餉呢？有誰栽葡萄園不吃園裏的果子呢？有誰牧養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？我說這話，豈是照人的意見？律法不也是這樣說麼？就如摩西的律法記着說，牛在場上喘穀的時候，不可籠住他的嘴。難道神所掛念的是牛麼？不全是為我們說的麼？分明是為我們說的。因為耕種的當存着指望去耕種，打場的也當存得糧的指望去打場。我們若把屬靈的種子撒在你們中間，就是從你們收割奉養肉身之物，這還算大事麼？若別人在你們身上有這權柄，何況我們呢？然而我們沒有用過這權柄，
倒凡事忍受，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，就吃殿中的蜜麼？伺候祭壇的，就分領壇上的蜜麼？主也是這樣命定，要傳福音的靠着福音養生。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過。我寫這話，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，因為我寧可死，也不叫人使我所誇的落了空。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，因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禍了。我若甘心作這事，就有賞賜；若不甘心，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。既是這樣，我的賞賜是什麼呢？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，叫人不花錢得福音，免得用盡我傳福音的權柄。我雖是自由的，無人轄管，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，為要多得人。向猶太人，我就作猶太人，為要得猶太人；向律法以下的人，我雖不在律法以下，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，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；向沒有律法的人，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，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。其實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向軟弱的人，我就作軟弱的人，為要得軟弱的人；向什麼樣的人，我就作什麼樣的人。無論如何，總要救些人。凡我所行的，都是為福音的緣故，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。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，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。你們也當這樣跑，好叫你們得着獎賞。凡較力爭勝的，諸事都有節制，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，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，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，自己反被棄絕了。第10章。弟兄們，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，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，都從海中經過，都在雲裏海裏受浸歸了摩西，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食，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。所喝的是出於隨着他們的靈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，所以在曠野倒閉。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，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，像他們那樣貪戀的；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們有人拜的。如經上所記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來玩耍。我們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們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閉了23000人。也不要試探主，像他們有人試探的，就被蛇所滅。你們也不要發怨言，像他們有發怨言的，就被滅命的所滅。他們遭遇這些事，都要作為鑑戒，並且寫在經上，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。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，需要謹慎，免得跌倒。你們所遇見的試探，無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實的，
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。在受試探的時候，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，叫你們能忍受得住。我所親愛的弟兄啊，你們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我好像對明白人說的，你們要審察我的話。我們所祝福的杯，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麼？我們所擘開的餅，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麼？我們雖多，仍是一個餅，一個身體，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。你們看屬肉體的以色列人，那吃祭物的，豈不是在祭壇上有份麼？我是怎麼說呢？豈是說祭偶像之物算得什麼呢？或說偶像算得什麼呢？我乃是說，外邦人所獻的祭是祭鬼，不是祭神。我不願意你們與鬼相交。你們不能喝主的杯，又喝鬼的杯；不能吃主的筵席，又吃鬼的筵席。我們可惹主的憤恨麼？我們比他還有能力麼？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處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無論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處，乃要求別人的益處。凡市上所賣的，你們只管吃，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什麼話，因為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。倘有一個不信的人請你們赴席，你們若願意去，凡擺在你們面前的，只管吃，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什麼話。若有人對你們說，這是獻過祭的物，就要為那告訴你們的人，並為良心的緣故不吃。我說的良心，不是你的，乃是他的。我這自由為什麼被別人的良心論斷呢？我若謝恩而吃，為什麼因我謝恩的物被人毀謗呢？所以你們或吃或喝，無論作什麼，都要為榮耀神而行。不拘是猶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神的教會，你們都不要使他跌倒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眾人喜歡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只求眾人的益處，叫他們得救。第11章，你們該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樣。我稱讚你們，因你們凡事紀念我，又堅守我所傳給你們的。我願意你們知道，基督是各人的頭，男人是女人的頭，神是基督的頭。凡男人禱告或是講道，若蒙着頭，就羞辱自己的頭；凡女人禱告或是講道，若不蒙着頭，就羞辱自己的頭，因為這就如同剃了頭髮一樣。女人若不蒙着頭，就該剪了頭髮；女人若以剪髮、剃髮為羞愧，就該蒙着頭。男人本不該蒙着頭，因為他是神的形象和榮耀，但女人是男人的榮耀。起初，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，並且男人不是為女人做的，女人乃是為男人做的。因此，女人為天使的緣故，應當在頭上有服權柄的記號。然而照主的安排，女也不是無男，男也不是無女，因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，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，但萬有都是出乎神。你們自己審察，女人禱告神，不蒙着頭
是合宜的麼？你們的本性不也指示你們，男人若有長頭髮，便是他的羞辱麼？但女人有長頭髮，乃是他的榮耀，因為這頭髮是給他作蓋頭的。若有人想要辯駁，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規矩，神的眾教會也是沒有的。我現今吩咐你們的話，不是稱讚你們，因為你們聚會不是受益，乃是招選。第一，我聽說你們聚會的時候，彼此分門別類，我也稍微的信這話，在你們中間不免有分門結黨的事，好叫那些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。你們聚會的時候，算不得吃主的晚餐，因為吃的時候，各人先吃自己的飯，甚至這個飢餓，那個酒醉。你們要吃喝，難道沒有家麼？還是藐視神的教會，叫那沒有的羞愧呢？我向你們可怎麼說呢？可因此稱讚你們麼？我不稱讚。我當日傳給你們的，原是從主領受的，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，拿起餅來，祝謝了，就擘開，說：這是我的身體，為你們捨的，你們應當如此行，為的是紀念我。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，說：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，你們每逢喝的時候，要如此行，為的是紀念我。你們每逢吃這餅，喝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等到他來。所以無論何人，不按理吃主的餅，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、主的血了。人應當自己省察，然後吃這餅，喝這杯，因為人吃喝，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，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，與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於受審。我們受審的時候，乃是被主懲治，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我弟兄們，你們聚會吃的時候，要彼此等待。若有人飢餓，可以在家裏先吃，免得你們聚會自己取罪。其餘的事，我來的時候再安排。第12章。弟兄們，論到屬靈的恩賜，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。你們作外邦人的時候，隨時被牽引受迷惑，去服侍那啞巴偶像，這是你們知道的。所以我告訴你們，被神的靈感動的，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；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，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。恩賜原有分別，聖靈卻是一位；職事也有分別，主卻是一位；功用也有分別，神卻是一位，在眾人裏面運行一切的事。聖靈顯在各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處。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，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語。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，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。又叫一人能行異能，又叫一人能作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，又叫一人能說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。
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。就如身子是一個，卻有許多肢體，而且肢體雖多，仍是一個身子。基督也是這樣。我們不拘是猶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從一位聖靈受浸，成了一個身體，飲於一位聖靈。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，乃是許多肢體。設若腳說，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屬乎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。設若耳說，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屬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從哪裏聽聲呢？若全身是耳，從哪裏聞味呢？但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，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若都是一個肢體，身子在哪裏呢？但如今肢體是多的，身子卻是一個。眼不能對手說，我用不着你；頭也不能對腳說，我用不着你。不但如此，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，更是不可少的。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，越發給他加上體面；不俊美的，越發得着俊美。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着裝飾，但神配搭這身子，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陷的肢體，免得身上分門別類，總要肢體彼此相顧。若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；若一個肢體得榮耀，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。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，並且各自作肢體。神在教會所設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師，其次是行異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，幫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說方言的。豈都是使徒麼？豈都是先知麼？豈都是教師麼？豈都是行異能的麼？豈都是得恩賜醫病的麼？豈都是說方言的麼？豈都是翻方言的麼？你們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賜。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。第13章。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，並天使的話語，卻沒有愛，我就成了鳴的鑼，響的鈸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樣的奧秘，各樣的知識，而且有全備的信，叫我能夠移山，卻沒有愛，我就算不得什麼。我若將所有的周濟窮人，又捨己身叫人焚燒，卻沒有愛，仍然與我無益。愛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愛是不嫉妒，愛是不自誇，不張狂，不作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的惡，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愛是永不止息。先知講道之能，終必歸於無有；說方言之能，終必停止；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講的也有限。等那完全的來到，這有限的
必歸於無有了。我作孩子的時候，話語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。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。我們如今仿佛對着鏡子觀看，模糊不清。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時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樣。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愛，這三樣，其中最大的是愛。第14章。你們要追求愛，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，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。那說方言的，原不是對人說，乃是對神說，因為沒有人聽出來。然而他在心靈裏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秘。但作先知講道的，是對人說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勸勉人。說方言的，是造就自己；作先知講道的，乃是造就教會。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，更願意你們作先知講道，因為說方言的，若不翻出來，使教會被造就，那作先知講道的就比他強了。弟兄們，我到你們那裏去，若只說方言，不用啟示或知識或預言或教訓，給你們講解，我與你們有什麼益處呢？就是那有聲無氣的物，或簫或琴，若發出來的聲音沒有分別，怎能知道所吹所彈的是什麼呢？若吹無定的號聲，誰能預備打仗呢？你們也是如此。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，怎能知道所說的是什麼呢？這就是向空說話了。世上的聲音或者甚多，卻沒有一樣是無意思的。我若不明白那聲音的意思，這說話的人必以我為化外之人，我也以他為化外之人。你們也是如此。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，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。所以那說方言的，就當求着能翻出來。我若用方言禱告，是我的靈禱告，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，這卻怎麼樣呢？我要用靈禱告，也要用悟性禱告；我要用靈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不然，你用靈祝謝，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話，怎能在你感謝的時候說阿門呢？你感謝的固然是好，無奈不能造就別人。我感謝神，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，但在教會中，寧可用悟性說5句教導人的話，強如說萬句方言。弟兄們，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，然而在惡事上要作嬰孩，在心志上總要作大人。律法上記着，主說：我要用外邦人的舌頭和外邦人的嘴唇向這百姓說話。雖然如此，他們還是不聽從我。這樣看來，說方言不是為信的人作證據，乃是為不信的人；作先知講道不是為不信的人作證據，乃是為信的人。所以，全教會聚在一處的時候，若都說方言，偶然有不通方言的，或是不信的人進來，豈不說你們癲狂了麼？若都作先知講道，偶然有不信的，或是不通方言的人進來，就被眾人勸醒，
被眾人審明，他心裏的隱情顯露出來，就必將臉伏地敬拜神，說：神真是在你們中間了。弟兄們，這卻怎麼樣呢？你們聚會的時候，各人或有詩歌，或有教訓，或有啟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來的話，凡事都當造就人。若有說方言的，只好2個人，至多3個人，且要輪流着說，也要1個人翻出來。若沒有人翻，就當在會中閉口，只對自己和神說，就是了。至於作先知講道的，只好2個人，或是3個人，其餘的就當慎思明辨。若旁邊坐着的得了啟示，那先說話的就當閉口不言，因為你們都可以1個1個的作先知講道，叫眾人學道理，叫眾人得勸勉。先知的靈原是信服先知的，因為神不是叫人混亂，乃是叫人安靜。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，像在聖徒的眾教會一樣，因為不准他們說話，他們總要信服，正如律法所說的。他們若要學什麼，可以在家裏問自己的丈夫，因為婦女在會中說話原是可恥的。神的道理豈是從你們出來麼？豈是單臨到你們麼？若有人以為自己是先知，或是屬靈的，就該知道我所寫給你們的是主的命令。若有不知道的，就由他不知道吧。所以我弟兄們，你們要切慕作先知講道，也不要禁止說方言，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第15章。弟兄們，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，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，就必因這福音得救。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，第一，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，為我們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聖經所說，第3天復活了，並且顯給基法看，然後顯給12使徒看，後來一時顯給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，卻也有已經睡了的。以後顯給雅各看，再顯給眾使徒看，末了也顯給我看。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稱為使徒，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，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。不拘是我，是眾使徒，我們如此傳，你們也如此信了。既傳基督是從死裏復活了，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？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。若基督沒有復活，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，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，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，因我們見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復活，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。因為死人若不復活，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。基督若沒有復活，
你們的信便是徒然，你們仍在罪裏，就是在基督裏睡了的人也滅亡了。我們若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眾人更可憐。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，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。死既是因一人而來，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。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，照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。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復活。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。再後末期到了，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、掌權的、有能的都毀滅了，就把國交與父神，因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。盡沒了所毀滅的仇敵，就是死，因為經上說，神叫萬物都伏在他的腳下。既說萬物都服了他，明顯那叫萬物服他的不在其內了。萬物既服了他，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，叫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。不然，那些為死人受浸的，將來怎樣呢？若死人總不復活，因何為他們受浸呢？我們又因何時刻冒險呢？弟兄們，我在我主基督耶穌裏，指着你們所誇的口，極力的說，我是天天冒死。我若當日像尋常人，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，那於我有什麼益處呢？若死人不復活，我們就吃吃喝喝吧，因為明天要死了。你們不要自欺，濫交是敗壞善行。你們要醒悟為善，不要犯罪，因為有人不認識神。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愧。或有人問，死人怎樣復活，帶着什麼身體來呢？無知的人啊，你所種的若不死，就不能生，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的形體，不過是籽粒，即如麥子或是別樣的穀。但神隨自己的意思，給他一個形體，並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體。凡肉體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樣，獸又是一樣，鳥又是一樣，魚又是一樣。有天上的形體，也有地上的形體，但天上形體的榮光是一樣，地上形體的榮光又是一樣。日有日的榮光，月有月的榮光，星有星的榮光，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。死人復活也是這樣，所種的是必朽壞的，復活的是不朽壞的；所種的是羞辱的，復活的是榮耀的；所種的是軟弱的，復活的是強壯的；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，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。若有血氣的身體，也必有靈性的身體。經上也是這樣記着說：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，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。但屬靈的不在先，屬血氣的在先，以後才有屬靈的。頭一個人是出於地，乃屬土；第二個人是出於天。那屬土的怎樣，凡屬土的也就怎樣；屬天的怎樣，凡屬天的也就怎樣。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，
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。弟兄們，我告訴你們說，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，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，我們不是都要睡覺，乃是都要改變。就在一霎時，眨眼之間，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，因號筒要響，死人要復活，成為不朽壞的，我們也要改變。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，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。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，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。那時經上所記，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。死啊，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？死啊，你的毒鈎在哪裏？死的毒鈎就是罪，罪的權勢就是律法。感謝神，使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。所以，我親愛的弟兄們，你們務要堅固，不可搖動，常常竭力多作主工，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。第16章。論到為聖徒捐錢，我從前怎樣吩咐加拉太的眾教會，你們也當怎樣行。每逢7日的第一日，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着，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。及至我來到了，你們寫信舉薦誰，我就打發他們把你們的捐資送到耶路撒冷去。若我也該去，他們可以和我同去。我要從馬其頓經過，既經過了，就要到你們那裏去，或者和你們同住幾時，或者也過冬。無論我往哪裏去，你們就可以給我送行。我如今不願意路過見你們，主若許我就指望和你們同住幾時。但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，直等到五旬節，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，並且反對的人也多。若是提摩太來到，你們要留心，叫他在你們那裏無所懼怕，因為他勞力作主的工，像我一樣。所以無論誰都不可藐視他，只要送他平安前行，叫他到我這裏來，因我指望他和弟兄們同來。至於兄弟亞波羅，我再三的勸他同弟兄們到你們那裏去，但這時他決不願意去。幾時有了機會，他必去。你們務要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穩，要作大丈夫，要剛強。凡你們所作的，都要憑愛心而作。弟兄們，你們曉得司提反一家是亞該亞初結的果子，並且他們專以服侍聖徒為念。我勸你們順服這樣的人，並一切同工同勞的人。司提反和福圖拿都並亞該古到這裏來，我很喜歡，因為你們待我有不及之處，他們補上了。他們叫我和你們心裏都快活，這樣的人你們務要敬重。亞西亞的眾教會問你們安，亞居拉和百基拉並在他們家裏的教會，因主多多的問你們安。眾弟兄都問你們安，你們要親嘴問安，彼此務要聖潔。我保羅親筆問安。若有人不愛主，這人可詛可咒，主必要來，
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。我在基督耶穌裏的愛與你們眾人同在。阿門。